身的，一宿水天路，一步走给一层风哦，无啥无事，该土地呀，无啥无事。该土地，无啥无事，给土地哟。树风又调，笔筒又水天又山。岳佩莹，亏你还是个律师，你怎么会介入别人的家庭啊？阙律师是我姐姐，我都说了我不知道嘛。你听我讲，我正在办离婚，我们这样。那目前宝宝在肚子里面还算平安。生意的太哦，无像细时阵哦，某个事情都老爷会讲。其有某个事情我要讲。天文啊，你就是林肯云？是。你住在这里？对。你从桃园的户籍搬来这里，为什么没有到警局报流动户口？我不知道，阿爸。不知道。你是被列管人员，每搬到一个地方就要到警局报流动户口，知道吗？来，这里签个名，明天下午到警局报到。歹势呢，啊，大人家讲吼，伊要结婚啦，啊有淡薄仔赶，所以叫你来斗相共啦。哎呦，唔通安尼讲啦，什么斗相共，你是予我机会学习。哈斯克啊，我看你的手真卡呢，啊，其实你咧我遮嘛学无啥物啊，你若买规气咧厝诶放一台裁缝车，啊，才一寡线客，安尼就毋免逐工走来走去啊。伫遮做真好啊，会当接受无共款的款式，安尼进步较紧啦。哦，你毋通阁进步啊啦！你若阁进步吼，都爱去台北做设计师啊。莫讲生笑啊！对啦，啊这个，我昨吼看到恁查某囝甲一个少年家做伙散步呢。迄个少年家我熟悉啦。啥啦？有一寡话吼，我毋知是毋是应该讲啦。啊，我嘛是听厝边讲的啊。讲吼，迄个查甫囡仔去用列管啦，啊，警察定定来查伊哦。有影无啊？
我嘛是听主编讲的啊。哪样的啊？哎呦，你做乜嘅喏？做哪了手好的咧。哎呦，唔怕啦，那相公按后甜哦，挺同意啊，对身体没好啊。好了，你体谅，你体谅。太做来了，做来哦。冇得看啊，按叫做些损失冇啊。唔对啊！讲话佢唔对啊！俺叫老妈认较好冇？老曼宁出动后啊，哎呀，俺只只闷呐！俺弟吼天天去茶店做事，佢对未来有乜嘅安全啊？你用不会敌啊？你老去按好又会唔对咯？你去会唔敌啊？莫老哥，卡讲迄关心，怎么闷？你讲方有没有安尼啊？佢讲，佢爱去靠牌，占比行业，安尼做得冇？你老唔讲哦，你老佢讲做的，如果讲到结婚，就不是想的，对冇？结婚？那么你会结婚啊？出来买事情做去讲到记，然后老曼强下，跟哪个事情哪有冇关系？哎，冇得讲。接下来不能考虑。为什么会有你跟报告科长出众的难工作，你工作轻松的活？想成啊！做这种处工年纪太小了。报告科长，下次改进。哎，你没有手伤吧？没事，谢谢。一只科长很多年轻，太好毕业就考到公务员，听到政府来到花莲，今年喜事，佢啲公体对我特别照顾，喺其他人就招来笑我。是啊，人在看你哦。阿卢克，哎，你来啊！哎呦，哪这么济步啊？啊，就最近吼接到军营的订单啦，要抓苹果的来领去。哦，哎，这布料袂歹呢。过咸水的哦，无共款啊。啊，倒啊吼，有足侪面部来台湾的啦，讲叫做啥物美元啦。啊，搁有足侪面粉茶啊，所以吼，请你来斗相共啦。好，来，要做啥？啊，这个寸球吼，我已经画好啊。啊，你著吼照这个寸球来加啦吼。好，没问题。有机会吼，替家己买一台彩虹车啦。哈？甲我斗相共接订单啊！好啊。
好啊，搁一打。哦，弄我烂糊糊，你拢修理会好呢。明仔载，迄少年人来哦，无得卡，会认袂出来这伊的车的。听分啦。这互你。啊，未到月底啊。钱我算到月底，你做我今日就好啊。头家，你这啥物意思？我这小店哦，生意本来就无济，我想我一个人做都够啊。是我技术无好，还是我做唔到代志啊？无，你技术真好，但是我开店真正袂堪要3、2天就写报告。我唔知你以前做什么代志去了就做官的，但是你的手艺真好，相信你以后也是有机会。头家，多谢你这几个月来照顾。你怎么那么早？我想说，在工作之前拿这个给你，茶鬼。你先去清洗啊，等一下吃完我们一起出门。我不用去了。你的工作？前几天有个警察来找我，后来老板就叫我不要去了。他们怎么可以这样？我明明就做得好好的。不如你来我们工地。工地？再说吧。我还是想做跟机械有关的。好啊，那你就先找找看，找不到的话就来试试。还是热的，趁热吃。一次比。相爱同一次，一次比。你怎么老往那边看啊？有认识的人啊？嗯，没有。哎，弄。周桑，来种来。你转来了。要海马给。彩虹茶呢？系啊。用不会有彩虹茶啊？外地给女方买啊，啊！你看阿姨讲，因七卡买一台，做个接水来做啊。对根本意思哦，卡讲哦，我老人做成啥咩？做成啥？报纸讲哦，自从韩国上次美国用台湾做补给基地，动多东西都引过来，连美国一面呢，美来动多。台湾的品质工业
应该要紧来紧发展。也希望哦，全家条的老卡将好做啥吗？错啊，莫罗克，唔做厨师忒辛苦的啦。哪个数动本好唔晓啦？唔晓唔怕，我个就晓的啊。那唔好啦，那行去去工体开啥就好。听讲田园也还伫工体搭沙，无得看，应该迄因比机场要安尼。唔用要安尼讲，今年田园送来转来，唔对其行好好啊，因为也下查案到。田园列管的。他声音茫茫的，唔要试过一条苦，那么多个交本机，敢安心。好吃吗？回家了，哎，走了，再见。明天早点来啊，你们啊。秀敏啊，我就先走了，你别搞耽误看我回家啊。好，阿兰姐再见。再见。哎，走了。素敏小姐，没有是要对你做什么坏事，而是想问你想不想到谢福里工作？福利社缺个小姐，没有可以介绍你。福利社的工作是卖东西，很简单的工作。挑沙的工作太辛苦了，风吹日晒。福利社很单纯，上下班制，待遇比挑沙工还好。不用了，我还是在这里挑沙就好了。谢谢科长。怎么了？没事了。抱歉，打扰了。请坐。有什么事吗？我姓林，林哥是这边县府地检所科科长。哦，科长哦。我来这里是想麻烦你介绍李安平先生。他刚走哎。我知道。我是想请你替我说媒。哦，安平先生的女儿啊。来来，啊，这边请，这边请坐。哦，怎么这么客气？啊，谢谢。我去泡茶了。安平啊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县府科长令杰先生。我没来访。请问有什么事情吗？我现在担任木瓜溪归芳运地的整地督导。在那里遇见林爱素敏小姐。哦，是安尼啦。迄林科长吼，今仔拜托我喊伊来，是讲伊足介意恁查囝。来，老师，请啉茶。嘿，多谢。科长，
请喝茶。谢谢。我在台湾只有一个人，非常渴望有个温暖的家，所以请老师来听我说明。科长，伊是倒位人啊？哦，祖籍啦。老家在长沙，是书香世家。我爷爷接受新式教育，曾在省政府教育处做到处长。我爸爸是长沙中学的老师。哦，我知道北父的书法写得很好。厉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我觉得素敏年纪还小，还不到谈婚嫁的时候，所以，我这么说好了，外省人。汉平啊，迄林科长吼是作为生意的呢。我看吼，恁阿阿母去参详一下啦。啊，今仔就当作来甲您拜访。两位先请回吧。还有这个，请拿回去。谢谢你们哦，我先生身体不舒服啦。来，我送你们出去。打扰了。顺行吼。面出来好卡诶，出卖本人快看啊！你好你来，免好你去咩？摩托裤总伊慢嘅，唔敢唔治。伊晓啥唔晓想？我知道是公家条路较稳定，将来上班要较紧贴啊。讲嘛个啊，分摩托裤加分外省，要分台湾人看无问题么？敢唔爱留摩托裤加分，就看唔到未来的人嘿。你根本就要安尼，你蛮认好的啊！你会变到是非不分啊！阿平，是太无强量诶，唔爱留跳摆的事情不用下。人家下讲的迄摩托裤的幸福，我无爱记一生人，做高点提醒，交代要上班唔对么？我哪会讲？不管用，有听说唔要留摩托裤加分给在外省。一次比。相爱同一次，一次比。明儿个甭来了，就这样吧，啊。怎么了？他叫我东西收收，明天不用来了。为什么？你明明就做得好好的啊。他没有说啊，但是我心里有数。这里是县府派你管辖的。是呀。所以用不用人是你可以决定的。可以这么说。你为什么要开除他？这是公家的工程，政府任用老百姓很严格，不能有前科的。你乱讲！明明就是你不喜欢他，你这样根本就是公报私仇。我没有公报私仇，有是按规定办事，公务员做事一定要守法。你骗人！摩托扣，算了吧。居然用这种手段开除他，我窦长说的对，你们都不是好东西。
下后科长写一封信下来，问我转去做事。韩国老卡长讲，庭院本人列管嘅原因，当然真出事情。毛豆壳，来。阿啊，你伫庭院本人列管的吗？唔做就伫，跟韩老吉抢下。体我做嘛个坏事情，提枪还本朋友牵连，唔捌都也无嘛个嘿。你一摆的世界，总先生就会本人牵连掌握。我不管用的，警告我不准老吉来往。凭嘛个啊？凭我很亚妹，你用咩亚妹？我老婆。你做嘛我安尼别记啊？敢做唔得本伊即卡过天？有挖到眼时，就唔会痛的。毛豆口，好香哦！这样就好的啊。你工作有眉目了吗？还没有。没关系，别气馁，再找找看。你卡酱知道你来吗？才不想理他嘞。这样不好吧？不要再说了，我今晚要留下来跟你一起吃饭。多吃一点。喂，用幾耐啊？我都靠都要他忙轉，唔定會出事情。唔會啦，本日自家休一下就好。先吃飯啦。等一下就行了。天魂，你也来？也有办事哦。有过见到的人，就是无共款。你来车无？免麻烦啊，我讲完吼，就随走。
摩托课常常来遮吼。啊，你工课找了安怎？还未找到。嘿啦，即马这个时机哦，工课哦较歹找。像你安尼，应该更较困难啦，吼。我今仔日来你遮，是希望你会当体谅阮做人爸母的心情。摩托课是我唯一的查某囝，阮希望伊会当过了快乐。自细汉，伊就对伫我的身躯边咧食苦。这几年来，厝内面的环境嘛无好。而且无法度互伊继续读，爱伊出去做事，补贴厝内面的开销。即摆伊大汉啊，阮是大人，希望会当帮伊找到一个好的对象，互伊未来的生活过了较好的。阿姆安尼讲，你听有啦吼？安尼我先来走啊！お願いします。科长，你怎么会来呢？我想请伯母做件衣服。请进啊，请进。请喝茶。谢谢。科长。哎，是这样子哈，因为我平时哦只做女装，男装我可能没有。是女装。哦。如果苏敏小姐不嫌弃的话，是要做给我女儿的。这块布我请朋友从台北带来的，送苏敏小姐做件洋装。她身材修长，穿起洋装非常好看。你很喜欢我女儿哦。我十分渴望伯母能够成全我的心意。你有没有很爱生你呢？伯母说什么？好，这块布就交给我。请给。陆佳妮。打算去山里应征伐木工人，不会再回来了。可能迄行啊，唔是少啦。
哎，摩洛哥转来啊，吃饱吗？到上碗花无糖到嘿。你老听员讲嘛嘅？摩洛哥，总得安尼，老人较常讲话。伊根本无才调本的幸福。卡正，你平白给讲遐种法，有幸福无幸福，伊哪个事情？呀，事情感觉唔是要的事情。万人背叛自家的妹的，甲陪伊十本人得管的人，爱着迄美呀比来好。唔中意口中，会让我情歌啊，好唔好？係妹，係超佢中意聽。我冇可能本唔加本記。好，但係萬年咩唔加？係咪太過債？做咩？情缘佢冇唔錯啊，佢老愛強用，都一本時代壓迫嘅人。一次比。相爱同一次，一次比。天云，这条批吼是花莲林物桥转过来，讲要互你的啦。哦，多谢。没啦。唔爱去哪？唔爱去哪？讲啊！你吹一下就中唔得。甲停去，行啊！人讲哦，用的人用得不会插起来。你看哦，像安尼。卡将不准俺一三年出去，佢只口搞俺裁缝，汉字俺个行空。安尼，啊，专心嘛，数安尼转，安尼拍，看到吗？来，吃饭了。
脚爱他，哎，错，就这样呢，哎，听起来没要紧哦。哎，有进步哦，一号，过来。安尼会使无？会使。哦，好。好，来。哦，坐下。坐下。哎，来啊，来坐。我知道，你找我有啥物代志？你即摆工课做了安怎？会辛苦无？袂啦。进前你伫咧车店的代志，我有听人讲啊。啊，未来咧，敢有啥拍算？认真做事，行一步算一步。我是伫咧想讲，你即摆安尼想要伫咧台湾有发展，我看是真困难。有想过讲出国试看卖无？是煞差不多可做伙去。出国？去倒位？日本啊，战后的日本应该慢慢会发展起来。你感觉安怎？我是真想要去啊，但是我即摆呢，是安怎出国？大路无法度行，咱就行小路啊。来，吃做看啊。摩托车啊，晚好忙啊，晚好就出来哦。你看，哇！冻姜呢？哇！海 C， 你看门没关就擅自进来。啊，没关系，来，请进。素米小姐穿这件洋装楚楚动人，美极了。是你眼光好，会挑布。哎，斟茶本口重。来，进来，不要客气。来这边坐，这边坐。他没有再去鬼房地，我来看他怎么了。我让他留在家里面跟我学裁缝。哦，学裁缝很好呀。听人说他有国风景很美，原来花莲后一直心向往，不知我有没有这个荣幸可以邀请素米小姐做我向导？摩托车，你带口罩去塔鲁谷。塔鲁谷我没去过，怎么带路啊？没关系，那我们不懂路就问人。我希望和你一起出游。哎呦，唔要紧，讲想要出去行行啊，出去啊。也唔想去啊。做咩唔想去呢？唔好背奶啊！一行行冇要紧呐。素米小姐要是觉得泰鲁国太远，那我们到海边走走就好。海边？去海边啊？吼，都上阵了耶！都上，你看啦，卡将我哪个口中出去？你先去。伯父，
我是来邀请素米小姐做向导参观花莲风景。可算断生意呢。好诶，我有话老人讲。不好意思。叫来做嘛？人就好你来拜访呢。俺连摩托车老去出去，你不点的么？我迄细年免有哄你，你即个要讲过啊？人老人穷下久的，怎会相互了解？系么？系啊，你讲的冇唔错啊。不过你安尼做，你有可能摩托车烧么？我然后跳摆事情不用下，好，原因呢？那根本你变做一个无在喺我岛上，原因呢？我老人讲，那咁样亏生意，免莫可能拿摩托国家本你一件无做一个人啊！你以后不要再来好不好？素米小姐的意思，我的意思是，我们不可能，再怎么样都不可能。唔有限，就算三茶，廿八当上。杜上身体冇嘛好，奈何唔可以。家己想，什么还没发生什么个事情，怎么来呀？俺对不起政府。要不要你讲啊？我要离开了，离开花莲，离开台湾。转台心渐渐吞落嘅梦子，每個留一白，發中落給你，來就給聽，來就給聽。一次。